2025年新年快乐！欢迎收看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是元旦，总统赖清德早起伫总统府头前参加元旦的升旗典礼。典礼了后，随伫总统府的大礼堂发表新年上新的谈话。咱来听总统上新的讲话内容。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新年快乐！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天，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祈愿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业兴隆，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我要感谢每一位国人在岗位上的付出，推动台湾的进步，创造台湾的荣耀，也让台湾有更大的能量在世界崭露头角。新的一年，我们要继续让台湾更多的故事成为世界的故事，台湾的成功成为全球进步的动力。展望2025年，全球将开启全新的局面，有超过70个国家在去年举行选举，有全新的民意。当各国的政局展开新局，国际的局势快速变化，台湾更要继续以稳健的步伐向前迈进。第一，我们要坚定地走在民主的道路上。台湾能够走过黑暗专制年代，到今天成为亚洲民主灯塔的光荣时刻，是许许多多民主前辈牺牲奉献和全体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民主对台湾的价值，不只是自由的生活方式，社会多元蓬勃发展的动力，更是外交上赢得国际信任的品牌。无论台湾受到任何的威胁和挑战，民主都是台湾唯一的路，只有继续走，绝不回头。国内政党竞争是民主政治的一环，但是国内的政治纷争必须在宪政体制内依循民主的方式，才能持续深化民主。立法院所通过的争议性法案，行政院有权提出复议，提供立法院重新审视的空间。宪政机关也可申请释宪。透过宪法法庭判决，明确宪政分际，维护宪政秩序，逐步巩固宪政体制。人民也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可以汇聚更大的民主力量，展现主权在民的真谛。新的一年，变动的国际局势，对全球民主国家而言，充满严峻的挑战。当前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仍在进行，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等威权政体更持续合流，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严重影响印太及全球的和平稳定。尤其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台湾必须要居安思危，继续提高国防预算，强化国防力量，展现保护国家的决心，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安全，人人有责。我们要凝聚每一分力量，来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建构能够因应大型灾害嚇阻威胁侵犯的能力，也要加强反资讯战、反认知战的社会沟通，全民拒绝威胁利诱，共同防止境外势力的恶意渗透。对内，我们要以民主巩固民主；对外，我们更要以民主和世界交朋友，确保安全和平。因为台湾越安全，世界就越安全；台湾越强韧，世界民主防线就越稳固。全球民主阵营
更应该携手合作，撑起民主保护伞，共同解决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之道，共同维护台海稳定和印太安全，达到世界和平的目标。第二，我们要持续厚植国力，强化台湾经济韧性，也深化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韧性。咱头拄听到的是总统伫2025年上新的元旦谈话。迎接2025年，全世界真侪国家拢有下年的庆祝活动。伫大洋洲的岛国吉里巴斯是全世界头一个进入2025年的国家。伊拉纽西兰迎接新年是全世界头一个点到下年宴会的国家。日本呢是共108声，那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是宴会计强表演有12分钟。中国北京嘛有大型的庆祝晚会，伊拉泰国的民众是坐船看下年宴会。纽西兰的奥克兰市地标328公尺高的天空塔倒算16结束，开始放烟火，还有绿色灯光表演。美丽烟火秀放5分钟，有超过500公斤的烟火多彩变化，海港大桥也照甲光影影。澳洲雪梨是伫跨年暗举行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烟火表演。雪梨港湾大桥金色的瀑布伫暗暝中闪闪烁烁，规个表演时间12分钟。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加拿大雪梨就100万人看这场表演。日本的东京塔、浅草寺拢是每年跨年的热门景点。上野德大寺过年暗龙钟108响，真侪人排队要去龙钟，祈求清净，甲旧年的烦恼拢淡掉，迎接新的一年。香港元旦0点，伫咧维多利亚港天顶呈现香港上大型的跨年倒数，烟火秀总共12分钟，迎接2025年。主题是幸福乐章，表演范围跨度有1300公尺，包括繁花盛开、长青秋灯5个乐章，还有第一遍伫香港展示的七彩祥云。中国北京市是由官方举行大型的跨年晚会，除了传统办跨年晚会首根园，北京闹区甲郊区拢有跨年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发表新年贺词。两岸同胞一家亲。泰国万国热门景点巡逻天地是办行进泰国2025年跨年倒数活动，是泰国有史以来上盛大跨年庆典。主秀是环保烟火秀，也有真侪泰國加國際明星來表演，現場嘅氣氛衝到上高點。มันดูสวยขึ้นมันดูกลิ่นน้อยลงแล้วก็มั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ปีที่แล้วผมรู้สึกเหมือนแบบ幾多萬人來印度金融首都孟買看天頂5彩繽紛嘅煙火秀，真侪人係新年嘅願望，希望全世界會讓國家美好。और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रहा है सर यहाँ मुंबई में आए हैं。印尼的雅加達加巴厘島等主要城市也攏有盛大跨年倒數活動，燦爛多變的煙火照光天頂，互來遮慶祝的民眾感受到熱烈的氣氛，歡喜迎接2025年。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迎接2025年，咱台北101的宴會嘛真精彩。今年宴會是展現世界棒球12強，咱台灣隊摕到世界冠軍的感動。6分鐘的宴會，大家是看甲真滿足。也那今仔日開始元旦，有一寡新的制度嘛要開始實施起行。親像基本工資會調懸，一個月月級上加是愛28590塊。各有公費流感預防車、癌症體檢的服務對象攏有擴大。咱來關心今日各有倒一寡元旦新制。日本的東京巨蛋4-0完封了27連勝的日本隊。呈現歷史性提冠軍的一刻，日前的世界棒球12強是今年台北101跨年宴會主軸。時間366個宴會秀，要甲台灣人做陣迎接新的一年。美麗宴會甲暗暝照甲光影影，也向台灣英雄致敬，讓世界看到台灣。因那自2025年第一天開始，有真濟關係到民眾權益嘅新制度正式實施。在咧民生消費方面，基本工資自每個月27470塊調懸到28590塊，每年淨基本工資183調到190。這其實已經是從105年。也就是2016年以來，其實連續第9年的調漲了哈。那預計這次調漲會有257萬
的劳工朋友会受惠哦。上届工资条款也影响民众健保费，投保金额调整了，存28590块，甲28800块两个结果，民众投保金额增加，估计影响811万人，平均每一个人每个月健保费加21块。另外，公费流感疫苗扩大注射，也扩大感情体检服务甲对象。柠檬 X 光染影检查。子宫头抹皮检查，佮增加人类零突病毒检查。政府嘛有补助大肠癌体检，嘛有肺癌体检，每2年一届，低质量电脑断层检查。本来发放对象是16到22岁文化辈，自元旦开始也扩大加码，13到15岁当领600点体验艺文活动。太厉害了吧！哇，我们必须用这么多地方，要去。因那旅馆业自即马开始，未使阁提供小间仔整个洗身躯的用品，出来了也做晶片贴膜登记，退费费率开始实施。结果放连观光旅馆业外国籍学生来台湾实施等措施，自1月初1开始，各项新制度拢关系到民众的钱包甲款项，大家就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宜兰县长林姿妙牵涉贪污，昨昏地方法院一审宣判，依照道理罪、特殊洗钱罪、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判伊有期徒刑12年6个月，铁骨公权6年，而且随改停职，即嘛是由副县长代理县长。林姿妙交出法庭的时，伊有关强调家己无做歹代志，而且阁批评检方甲伊安罪名，伊讲伊一定会上诉。押出法庭，面色正沉重法院拢，因为宜兰县长林姿妙涉贪案，一审宣判12年6个月徒刑，铁足公权6年，而且还要达不当得利3250万。我没有做坏事，我无做，现在一点给我判这重，我非常难过，非常的痛心。我简单做人，认真做事，实实在在。大家知影讲，台湾的司法已经被政治绑架了。咱就继续上诉啊！强调一定会上诉到底。林姿妙无批评检方黑白甲安罪名，认为讲伊家己防政治迫害。宜兰县国民党团和国民党中央嘛大力替林姿妙捍卫清白，让宪政正常运作，挽救烂到不行的行政效力了。当来看这个案已经判官司要3年，检方伫2002年以4大罪起诉，包括林姿妙在内15个人。林姿妙一审防照贪污治罪条例多例罪判有期徒刑7年，铁托公权6年，含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铁托公权2年。另外涉洗钱防制法的特殊洗钱罪，共判3年6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半。另外除了前代理建设处长黄志良因为查无证据无罪，其他14个人拢互判刑。内面林姿妙的查某囝林艺玲，互判3年6个月，铁托公权3年。被告林姿妙身为民选首长了没有恪尽职责，欲以私人情谊指挥下属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之公正性。本院就我个人的经历是没有这个所谓政治力介入的问题。本署检察官收到判决书之后，会一起来研议是否提出上诉。内政部虽公告讲，照电访制度法的第78条、82条，林姿妙虽开始停止县长的职务，交予副县长林茂生来代理，停职的期间嘛，未予伊半数的phòng役。若是2审、3审改判无罪，就会当复职；若是判刑确定，就会解职。因为伊剩的任期是无到2年，会互中央派人来代理。毛林姿妙变做第一前新竹市长高虹安、前花莲县长鲍坤基、前南投县长李兆庆、前台东议长吴俊立了后，第一任来互停职的各一个政治人物。记者综合报道。因那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拜一的是以7000万交保挂电子卡条，昨昏北检是阁提出控告，伊认为郭文哲有过度逃亡的疑虑，加上呢，即马逃亡在外的柯志祖角色真关键，为了防止2个人串口径，所以有羁押郭文哲的必要。另外，针对郭文哲讲，伊要是党主席，嘛点名黄国昌来斗3工。前立委蔡碧如是表示讲，黄国昌爱管党务，佮爱兼顾立法院的公防，安尼会是真困难。那安尼讲，是毋是蔡碧如本人有想要争取登去党中央？蔡碧如接受访问的时是话讲真白，伊讲党内有势力咧甲动。叶姐姐，你要去哪里？
今出门搭飞机挂吹安无讲话坐车快速有点仔忝。民众党主席国体政治记者第2摆交保，暗过31把检个提控告，因为国体有高度逃亡风险，佮添出关键被告柯志如，可以告诉逃亡在外，为防止交传有其爱必要。那3位检察官话讲得很白了啦，柯文哲只要是党主席，就没有办法避免跟这些党公职接触，所以必须要继续羁押柯文哲。把检察官的脸都丢光了。我们期待，也希望这一次针对北检的滥行抗告，高等法院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决。炮口对准台北地检署，身兼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召集人的党团总调黄国昌，批评检方将羁押加州武器逼国文体是党主席，啊，不过北检澄清是家己主动提出检方无表达任何意见，对国文体伫庭上直接点名，希望黄国昌到3天，今麦党内出现收听的声音。党务交给黄国昌，是要让他接任他党主席的意思吗？可以这么解释啦，他对黄国昌寄望很深，那我也是啊。如果又要接党务，那又要在党团里头，那其实就是要把它分工分配好，这个是选项，也是一个难题。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确保主席好不容易重获的自由，不会再让赖清德政府用那种暗黑的手段继续剥夺。主持接班的议题部长台面，创党元老蔡碧如是其台中市副顾问，表态参选中央委员，也被看作是保留参选代理党主席的可能。伊无奈透露，今麦党内好亲像出现党必调，看起来是党内是一致团结啊。那团结党你党回去党中央。是啊，这种话从他嘴巴说出来，不会啦。昨天联署他第一个通过的，我们完全不可能去挡他。挡他的理由是什么？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略略啊减弱，也毋过各地感受也是较凉较冷。咱来看温度。今仔日的天气，除了金门甲马祖是好天较稳定，也若其他的所在拢会受到南边云系往北边甩影响，云会较高，落雨机会嘛会豆豆啊增加。伫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低降雨，其他的所在甲平湖嘛有零散的低降雨。愈晚雨会愈明显，所以乡亲今仔日有要出门，爱会记早雨满雨伞。中部以北、东北部今仔日低温是14度至15度，其他所在是16度至17度。也若日是受云较高，佮有落雨影响，同款是感觉较湿较凉。中部以北、宜兰高温是18度至19度，南部花莲、台东的高温有20度至22度。气象署表示，各地头今仔日水气会变高，所以今仔日的天气是较湿较冷的。而且要提醒乡亲，拜五的时，也有东北季风要到位，而且会搁再反寒。元旦开始，各地水气增加，东北季风小可减弱，但是感受嘛是较凉。另外，受到南方云系北扫，各地有小可低降雨的机会。接落来1月初3到初6，会搁有东北季风接得来。当来看日空气署的天气，到12月29为止，全台年均温是摄氏24.97度，变作1897年以来上热的一年。到了12月，全台平均气温拢比同期较悬，4月是上明显的。全台拢总有8个测站，拢创因迄站上悬温的记录。虽然全球暖化之下，日空气署1月到11月全球平均气温拢比过去8年悬出1.28度，但是气象署提醒讲，接落来1月、2月，嘛是可能发生极端低温。1月份跟2月份是1年当中温度最低的2个月份，所以在这段期间，同样的会有一些大陆冷气团、强烈大陆冷气团寒流影响的几率，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另外，日空气署全年的雨量虽然累积雨量特别正常，不过降雨的分布是无条分，春雨和黄霜雨是偏少。热天到秋天，因为受到风台降雨的影响偏济，另外秋台生10落个，是史上同期第3济。再来看日空日午，1月到3月的各地平均气温是往正常的几率较大，雨量是对正常到偏少。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天气较寒，乡亲就要穿好少，唔通感着。咱国内流感即马当地热、当地拖，疾管署有警告讲，伫新正过年这个时阵，流感的疫情会是上界严重的时阵。若咱国内伫顶礼拜佫增加10个流感死亡的案例，对10月份到达已经有85个流感死亡的案例，这是10年来上济。疾管署也提醒乡亲，对今仔日开始，全国满6个月以上也未注过流感公费预防针民众，拢会当去注射。
国内顶礼拜增加10例流感死亡个案，其中上少年是40多岁有黑骨喘病史的女性，伊伫11月底因为扫甲真厉害的喘，去诊所，迄时阵救是一般感冒食药了后无明显改善，到病院发现正病的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有败血性休克，确认感染 A 型流感，伫家护病房3礼拜了后不幸过身。目前流感的疫情呢，已经正式的进入了一个流行期。那根据我们疾管署的一个预测呢，流感的疫情呢会有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那到了农历的一个春节前后呢，那会达到一个高峰。那我们预计呢，大概会有15万人次左右的一个就诊人次。疾管署资料显示，日本、韩国流感疫情拢升悬，尤其个人常常去的日本，最近流感甲新冠疫情拢正严重。虽然拢有疫苗用放宽，不过自了后按2礼拜才完整保护力，提醒民众出国进前应赶紧注疫苗。另外，国内长病毒门去进就进人次虽然比顶一礼拜下降，不过依然伫流行期，而且佫新增2例重症个案，包含不满1回幼婴感染伊科病毒11型，另外一个南部10多岁囡仔是确诊感染肠病毒第68型，好加在2个个案拢经出院。68型造成的这个肠病毒的症状跟我们熟知的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腺炎比较不一样，它可能就是一般感冒的症状，所以比较在临床上比较不容易区分。那不过它如果造成重症的话，它可能的情形是像是肺炎啊、脑炎，或者是像这个急性无力的肢体麻痹，都是有可能的一些并发症。疾管署也公布，国内增加3例麻确诊病例，一例是为感冒剂境外移入，2例甲本土病院群组事件有关系。国内麻感染甲境外移入病例数是近5年同期上悬。那去东南亚国家这流行地区，应注疫苗了后，才去出国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住伫台南正出名的政论漫画家渔夫传出破病过身，伊食到65岁。台南市政府有证实这项消息，家属真低调，即马是按算伫1月11日时会举办公祭。来关心自由时报，2025年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今仔日开始开放申请，补助的名额对去年大约50万户，今年会提悬到75万户，补助费用嘛有增加。不过，补贴的名额总共是超过75万户，就会随冻店随停止受理。来看联合报，部分的诊所年度的财报就医的人数量竟然是比地区病院也搁较侪。医师工会全联会最近就提出下总额申报改善方案，针对医生去诊所去服务，每个月健保申报量超过10万点的健保给付拍算拍7-5折。这个案已经有通过讨论，卫福部总共嘛同意了后，按算第1季就会开始实施。因来立法院第3项通过就业服务法，修法通过，未来80岁以上的老大人，唔免巴士牛表的评估，就会当去请外籍看护。也毋过即马卫福部是较烦恼讲，若是安尼有通景外籍看护，可能就会去经较好顾的老人来顾，一寡适龄同情的老大人，可能就会请无人来顾。也来劳动部嘛有同款的挂虑。台湾要进入超高龄社会，长辈权益愈来愈互人重视。立法院31三读通过就业服务法第46条修正草案，让80岁以上的长辈唔免巴士年表评估，就会当评估外国籍看护。法案伫那边立委人数优势表决过关。供给面应该是这个劳动部要去努力的地方，他应该要去参考，不管是日本或是韩国的方式。好，在薪资待遇或者是这个更多的福利，吸引这些移工。经过修法以后，你要聘请外国进来这个看护，不用这个巴士量表。根据三读内容，年满80还是70至79岁有癌症2期以上，请外国籍看护唔免医疗机构专业评估，也就是唔免巴士年表。荷兰国的若有原住民身份评估认定方式，应该会当卫福部甲原民会定出来。不过，民进党立委批评可能会造成资源烧钱，劳动部甲卫福部嘛表达遗憾。
我们外籍移工的供应是供不应求的，现在大幅松绑了以后，外籍看护他会选择雇主，而在这种状况里面，重度的、重症的失能的家庭，他会请不到看护工。卫福部是表示深感遗憾，因为我们会担心这也可能会影响跟冲击到中重症家庭聘雇外籍看护工的权益。卫福部讲，可能会冲击长照体系，劳动部是烦恼新法会增加家庭看护移工市场强势实行。地区厝内若有严重未振当长期倒伫床的插管的适龄者家庭，可能会因为移工选择较轻症的，地区更较歹找到，也是老外国籍看护。若是老人福利法修法，65岁以上的长辈综合所得税率无达到20%的免交健保费，虽然拿赢收降到5%，不过也是因为外界反对的声音上大，调影达成共识，渐慢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即马较烦恼的是，就业服务法修法了后，适龄的一寡老大人会请无外籍看护。医界嘛认为讲，应该要有制度排优先顺序，互一寡适龄的时段会当优先来请外籍看护。民间团体是建议，照顾适龄老大人的外籍看护，薪水应该较悬较对，安尼才请有人愿意来做。立法院3读通过80岁以上请外籍看护，无需要巴士量表评估，也引起部分进前有通过评估，请到外籍看护的家庭烦恼可能有相整的效应。像讲叶小姐的妈妈倒伫床的适龄真侪年，虽然有请外籍看护的资格，不过嘛发现过了届看护才来几工，就无愿意继续照顾。即马制度放零，烦恼更较歹找到人。人之常情，在选择上一定会希望选择好照顾的，所以。不论80岁以上的人数有多少，我想还是会有受到影响的。当一个外籍看护面对一个要照顾这么难照顾的病人，而他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到健康长辈的家里面，很多的外籍看护一定会动摇，重度的失能家庭产生很大的冲击。家长认为用年纪做免评标准，恐惊是另类的年纪轻视，而且薪资可能会造成23万有请外籍看护的家庭发生抢工人的冲击。有民间团体认为，应该建立制度，互照顾适龄的外籍移工，比照顾较健康的长辈薪资较悬一寡，才有人爱做。这个给付能力是不是够呢？如果不够，是不是应该要政府来补贴，让他们可以去支付该有的薪资，而不是所有的外籍都处在一个所谓的基本薪资的这个状态。有一个那个优先序，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劳力的分配机制哈，因为其实有卧床的家庭是优先需要的。医师表示，像失智症长辈、初期、中期情绪变化较大，甚至可能会有攻击行为。除了家庭成员爱到照顾，也需要看护协助弥补，安尼才会当互相有休困的时间。呼吁相关单位爱建立优先顺序制度，互有需要的长者会当及时得到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连续技术传唤3届，即马联合调查小组是甲法院申请逮捕令，法院伫昨昏批准啊，这嘛是韩国史上头一个互法院发出逮捕令的现任总统。韩国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令和弹劾，数百名民众聚集伫韩国总统官邸前花口号，抗议法院批准对尹锡悦逮捕令，嘛反对弹劾。也有真侪民众支持法院批准对伊的逮捕令。출석요구를했음에도불구하고안했잖아요. 그거는 뭐 사실 더 나쁜 짓이고 제 생각에는 처음에 이 사건이 그 계엄을 발동하고 불법적인 계엄이죠. 为了调查尹锡悦涉嫌的叛乱罪、甲滥用权力的罪名，由警方、国防部、反贪腐机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伫18、25、29 3届传唤尹锡悦到案说明，所拢予拒绝了后，调查小组30向法院申请对尹锡悦逮捕令甲搜查令。新北市区第一第31批准逮捕令。媒体韩联社报道，法院的理由是尹锡悦有可能无正当的理由，所拒绝接受传唤，嘛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尹锡悦涉嫌犯罪。严国尹锡悦律师团表示，反贪腐机构无权利调查叛乱罪，认为逮捕令是非法无效的，应该大声进行弹劾案的审理。 어떤 권한 없는 기관에서 청구한 영장이 발부됐다는 것이 놀랍고 이런 불법적인 또 영장 청구가 발부된다는 것이 이 법치주의에 맞는지 이런 불법적인 영장 청구는 불법 무효라는 입장입니다.
欢迎批准的逮捕令期限到正月初6，这嘛是韩国宪政史上头一名和法院发出逮捕令的现任总统。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的代理党魁宽胜党认为，想要拘禁现任总统的行为真无妥当，也毋过因为判人罪是韩国总统无法度享有宪民权的少数指控罪名之一。故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会去总统官邸执行逮捕令甲搜索令。若是执行逮捕令，尹锡悦会互关押伫首尔拘留中心，而联合调查小组嘛必须要伫48点钟内决定是毋是升押。若是升押核准，检方伫起诉进程上长会当羁押尹锡悦20天。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伊朗南韩济州航空涉回轮机空难是造成179个人死亡，当中174个罹难者的身份即马拢已经确诊。目前相关单位正在调查失事的原因。调查过程中嘛，发现这架飞轮机伫出代志进前的48点钟内，竟然是飞13抓，中午休困的时间上底是连半点钟都无。即马互人批评讲，安尼保养、清洁、加油才会停事，敢袂伤赶，敢做有就治。济州航空偏航742216班机，伫全罗南道武安国际机场失事。代志发生后第2天，南韩航空甲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11个官员会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个波音公司8个专家勘察失事的现场。任务完成了后，调查会进入物证分析的阶段，包括飞机2个乌凹的数据。国土交通部部长31伫机场向罹难者家属宣布，179个罹难者已经有174个人完成身份确认，年纪上侪会是80岁，上细汉的敢若3岁。现场一个捌伫2014年参加沉船4月号打落的资深消防员，真痛心的表示，除了真恐怖以外，无其他方式会当形容。一寡受损严重的尸体无法度借由镜头分辨认，敢会当用 DNA 比对身份。 지금 이제 죄송하지만 5분 아직까지 확인이 안 되신 분들이 계세요. 그분들은 좀 더 정밀한 검사를 해야 나온답니다. 그게 뭐 여러 가지 사유가 있다 그러는데 어쨌든 아까 오늘까 지금까지 확인이 안 된 5분에 대해서는 최대한 빨리 해서 금일 중에 확인이 되도록 노력을 하겠습니다. 另外一方面，国土交通部宣布原定停止到1月初1的武安机场跑道，会延长停止到1月初7。济州航空伊的飞行班表也有维修保养记录，嘛引起外界的关心。记录显示，进前1礼拜，742216班机飞38座航班，意外发生前48点钟飞13座航线。失事前1天飞马来西亚、日本、台湾、泰国4个国家，中午拢无明显休困的时间。进前搁捌伫28分，官方规定上少限度保养维修时间起飞离境。30济州航空一台早起6点37分。 为首尔金浦机场起飞，一定要飞去济州的波音737-800型客机。起飞差不多20分钟后，发现起落架故障，紧急飞倒转来。尾也搁换共型的飞机继续执行航程。不过机上161个乘客，有21个人选择放弃登机。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也伫去年11月份，委内瑞拉有一寡学生因为小 TikTok 顶悬流行一款挑战去食化学物，结果呢是造成3个人死亡，200个人中毒。拜一的是当地最高法院甲 TikTok 罚1000万美金，大约是台票3亿2800多万，而且是要求8天内这条钱要纳不清。 电影因上高应用电视 TikTok 的团的挑战争议真多，甚至有不少少年用户都安尼死亡。伫委内瑞拉，各地学校学生看 TikTok 的挑战了后，弄试的是危险混合物质化学物质造成12岁、13岁、甲14岁未成年死亡，200人中毒。委内瑞拉最高法院表示 ，TikTok 无采取必要措施来阻止这危险的挑战，所以伫30向 TikTok 处1000万美金，差不多台票3亿2818万的罚款，而且要伫判决的8日内完全交清。 Con la cantidad de dinero recibida por concepto de la multa impuesta, el Estado venezolano creará un fondo víctimas TikTok destinado a resarcir los daños psíquicos, emocionales y físicos a los usuarios.
达美里奥表示 ，TikTok 已经知影代志的严重性，而且唔来罚钱。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阁要求 TikTok 爱伫境内设办公室，若无会面临更较侪实质的措施。另外，国会考虑立法监管社群网络，尤其马杜罗总统伫7月竞选连任了后表示，这社群网络都是被用来宣扬受婚法西斯主义嘅训练。No le hicieron caso a Estados Unidos y le van a hacer caso a Venezuela. No creo que vayan a abrir la oficina en Venezuela, no creo que... bloqueo. Yo creo que va a terminar siendo Twitter 2, VPN y ya. Descárguense Proton y resuelvan. 今年8月，马杜罗就把封锁前升至 Twitter X 平台杂志。11月捌讲，若 TikTok 无依图所谓犯罪条件，会用严厉措施来对付。不过，要让政府就算政府推出强硬手段，效果恐惊也是无甲落好。公司新闻新六倍评价。去年元旦发生日本能登半岛大地震，到今仔日拄好满1周年。不过当地灾区海基的人家厝，甲单也有3%也未拆，中间的进度洪批评有够少，而且一年过去啊，也有超过200人住伫避难所。日本就参观的能登半岛，2024年元旦发生规模7.6个强烈地震，到即马已经1年啊。迄当阵地震造成470人死亡，真侪厝倒去，是日本最近10年来伤亡上惨重的地震。迄当阵的土石流、路破碎、登记未通的情形，民众想到也是真伤心。真侪住伫偏远地区的民众，因为厝受损，暂时安置伫咧人口较侪轮岛市。本来计是讲正紧就人转去，无想讲已经点1年啊，即马一个超过200人住伫咧紧急避难所，几落千人住伫咧临时厝内面。83岁周末子就是其中一位，因兜规个地基拢塌落去，即马甲因翁婿甲查某囝住伫咧临时厝，伊讲毋知要如何是好，只好接受现实的情形。言ってもでも無駄なる我が家に死んでいなと思ったいつも思った。だけどまあ割り巻きした酒いいかなと思ってこうやっており。うちもメール酒とも見に行こうとも行かれる酒なと思って。能登半岛伫2024年又搁发生几多遍地震尾，再加上去年九月雨落未停，和中间的进度搁较慢，灾区严重损害厝，到即马也搁有1/4也未拆掉，似乎一直拢无完整的计划。この能登半島というのはもう金沢からもう南でもう道路1本か2本で来るようなところにあるので、その四方八方から皆さんおいで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できない、その半島特有のその地形がこういった復旧の遅れですとか、進捗なかなか図れ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なことに至ったのかな。有一寡灾民是等甲无耐心啊，规气搬到其他的县市。伫过去1年，轮岛市的人口就减少2500人，只敢若剩21000人，和本来的人口流失的问题更加严重。希望在地人留伫咧家乡重建厝的机会，怎么也愈来愈少。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今仔日国际上也镜头等下讲来关心交通部有统计，2024年前9月份过路人因为交通意外死亡是252个人，这是比2023年减无偌济。8日暗，伫彰化就有一对阿公带孙要过车路，结果去互要倒弯的车弄甲规个飞出去。若昨昏透早在伫台中就有过路人要冲过车路，转去有倒摆弄着。60岁姓林的查甫人抱一岁查某孙，市场的时阵行班要线过车路，但是后一秒就互一台倒弯的轿车弄甲飞出去。姓林的查甫人阁无管家己已经骨折，第一时间较紧去看查某孙的伤势。早暗时10点外，彰化分园的中南路和湾草路口发生这个车祸，不过这查某囡仔敢若头小可外伤。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有一名伤者坐在那个行人穿越道上面那经我们救护人员上去检视他的伤口，发现他脸部有1公分的撕裂伤。现在是一半也无照规矩，闯红灯啦，无就行到伤过头，迄个唔才会车祸。当地点头讲附近有工业区，是大型车真多，上下班和假日的时阵车流量真大。肇事的细陈的驾驶酒测但是0，但是无让过路人造成受伤。警方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发条例甲罚，而且吊扣驾照1年。未依规定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因而肇事致人受伤可处新台币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并吊扣驾照1年。
交通部统计，今年1月到9月，全国的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有252个人，比去年同期敢若减少1.56%，降幅并无明显。其中增幅上侪是新北市，减幅上侪是台北市。不过一寡过路人会发生事故，是因为因无遵守交通规则。台中市31半暝1点外，65岁姓刘的查甫人，就是因为直接冲过西屯区文心路的分界岛，和市顶直行的乌多巴弄到。本件事故造成行人与重机车驾驶身体多处擦挫伤，送医救治，所幸无生命危险。双方经9测值均为0。详细肇事责任转由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警方强调讲，2个人规身躯有真侪所在拢挫伤，骑奥多巴的并无驾酒赛车，详细肇事的原因应该等交通大队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那伫高雄的民生国小门口有菜塑胶笋，有过路人就怨讲学校菜店一只，因要行路的时拢爱行去机车道，安尼是真危险。昨昏警察就要求学校敢会当把这塑胶笋刷走摕掉，也毋过学校是表示，因为的这所在是学校的校地，那安尼做是为着要顾虑囡仔学生囡仔安全。来到民生国小校门口，工作人员当咧甲道路围起的路洞摕走，无刷开进前，校门口点甲路面外围其实拢围起来。行人行伫人行道，想要连接到路口的行船线，都要甲汽机车来争道。看人咧闪啦，无讲足严重安尼啦，是看人咧闪啦。你若闪当然是若车要过身，就较危险。行人一直强调路权，可是我不是永远都是行人，因为有时候我可以是摩托车骑士，或者是我是汽车的那个开车的人，然后我觉得就是没有一定啊，就是有时候可能要因地制宜。这种状况为学校创校以来就存在。30号民众经过，认为对行人无介友善，学生行路的安全嘛可能受影响，卡市民转线申诉。学校回应，围起来区域是校地，主要是因为无动的时阵，常常汽机车入来，烦恼行人行道的学生有危险才会安尼做，会伫个毋是上课的时间，把路洞刷走，方便行人使用。车可能会造成对向车道的视线死角，然后发生车祸意外。那我们考量行车者的安全，才会在非上下课的时间把它围起来。校方设置三角锥，用以管理校内车道停车，以占用到水沟盖范围。本分局已责令校方改善。人行道甲行船线之间，因为设路洞出现断层，有民众认同学校保护学生的做法。不过当地常常看到汽机车甲行人咧争道，嘛互警方认为无妥当，会报请交通局等相关单位来会勘，找改善的方案。记者王刘婷、柯正准高雄报道。高雄的左营站敬拜假日的时，人是吵，所以伫4楼停车场外围道路、外宽道路这个所在，违规吵车的情形状况就真严重。即马是警察局要伫遮说5大科技执法，按算伫3月份要开始实施。现场有电子看板会显示违规车辆的车牌，总共伫遐临时吵车超过3分钟，安尼系统嘛会随开红单。你看多夸张！就是停在这一些地方，红线违停。民众驶车到高铁左营4楼，就看到规个红线禁停区，车煞停甲满。原来车站为2个车道，即摆敢若剩一个会当驶。停车场入口嘛有车违规停踮遮，交通乱糟糟，互民众感觉足无奈。塞车可能就塞到快要到前面的匝道，所以我觉得就你要进出的话，就是会卡住。会因为停车的人卡住，所以其实蛮不方便。介侪人都唔知影讲内底停半小时免费啦，所以大家就无停入来内底。为了要改善左营站4科围亚的违规状况，铁路警察局除了派人加强巡逻，最近嘛增5台科技执法设备，车若是违规停伫红线甲黄线顶，现场电子扛棒严密地显示违规的车牌号码，超过临时停车3分钟，系统地根据车牌号码直接开罚单。科技执法之建制，非以处罚为目的，系为导正及吓阻部分少数的违规驾驶人。所以我是支持这样子做，只是我觉得停车的部分可能还是需要加开一点，让我们有车子可以停。民众建议高铁规个停车空间要增加，铁路警察局是提醒，即摆是宣导期，明年3月1日开始就会正式处理违法，违规停伫红线上当会当罚1200块。记者胡兆阳高雄采访报道。国电高职新的火车头，红发警讲因这
外口壁有出现几啊座分者。日本的好就是讲是乌白族，毋过代替是解释讲，这是委外清洁公司无适宜去路条上的，会要求厂商爱复原。新店火车站每日差不多4万人次进出，那被列为国定古迹，佫是全台现役历史上久的车站。按过详细一看，正塔外壁原本应该是浅铺式的铁片包掉的，这几日却出现几啊个明显的侵蚀条纹。第一时间民众就是有人恶意破坏古迹。我觉得太夸张了，尤其像我们新竹市难得有这么漂亮的古迹，这么神圣的地方，后面的人要花多少时间、多少力气才有办法去把它涂消掉？毁损古迹属于公诉罪啊，所以新竹市政府应该要积极的这个追查行为人哦，并且依违反文资法送这个地检署来侦办啊，绝对要让行为人负起应有的责任哦。经过代替公司查证，发现是有意外清洁厂商伫每年100个外壁清洗时阵，因为无用流水清洗，才互这铁片留冲洗痕迹。新铁站已经派人到内部查看，内底茶木座甲大井拢无损坏，涉水情形初判就外部的铁片表面涉水无同。因为它高压水柱呢，就把那个表层的灰色的颜色呢冲掉，露出了底色出来了之后，请教我们文化部的古迹维护的指导教授啦，他是建议说还是要把它漆回原来颜色啦。那我们会请那个烤漆的厂商比色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漆回去原来的颜色这样子。代替副总刘祥辉强调，除了罚金以外，要求承揽清洁厂商负责复原，相信在1月中农历过年进行营收好。记者综合报道。连米要休寒，也若今年旧历过年有休9天。观光署伫8月时有公布108间爱注意的旅行社名单，内底有52间已经停业，有12间已经无执照，而且有36间已经申请解散。所以嘛，呼吁民众若是要买旅游行程，目睭就爱备福金。剩无甲1个月就要过旧历年啊！真侪民众拢会趁年假的时阵出国游览，为着避免阁拄到年前200多人对团去越南富国岛耍，束缚旅行社放鸟的事件，交通部观光署第30也公布上新的4间名单，建议民众咧选择旅行社进前，会使先看旅行社是毋是合法，避免家己的权益受损。我们这边有看到非常多的案例，是消费者其实在发生纠纷之后，才回头才发现其实他找的可能不是合法的业者，这样的情形其实蛮常发生的。所以我们这里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讯息发布，做相关的查阅。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就是消费者在保障自己消费者权益里面，在你真正出发之前可以做的相关的预备的动作。观光署指出，根据7月到12月的统计，下半年总共有108业者伫名单内，其中有54间是公告停业，也是捌公告停业；12间废止撤销执照，申请改善有36间，也若保证金封口额有6间。另外，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表示，民众除了参考观光署提供的名单以外，签契约的时也爱注意家己的权益，确定收据契约敢有正确。咱若交钱旅行社，爱甲摕收据。这旅行社这个收据叫做旅行业代收转付收据，然后爱签契约，爱签这个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书。观光署嘛呼吁签旅游契约是对家己甲旅行社双方的保障，民众伫正式签约进前，千万爱注意旅行社经营状况。除了透过每半年公布一届的4间名单，民众也会当伫观光署的网站查到所有合法业者的资讯，避免家己的权益受损，嘛通安心旅游。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台北市大稻埕有一间1930年起的1号台商行，即马已经通过文资审计委员会登录做大稻埕第100间的历史建筑。这是土块啊。是这个土岗。内里的外石楼梯、土砖啊，甲有壁路，拢是日本时代留落来建材。这是台北大稻埕1号泰商行，因为甲日本时代建筑技术甲艺术价值保留了真好，所有权人伫咧今年提送台北市文化局的文资升级，咧30通过文资大会，摕到历史建筑的文资身份，是大稻埕第100个历史建筑。大稻埕著名的米商陈德贵先生在1920年到1930年间创建的。那陈德贵先生他跟邻居
进的庄一方商行经营者庄辉玉，还有郭一美商行经营者郭乌龙，他们3个都是当地的富商，那当地人也称他们为三仙。这栋建物起伫1930年代，原厝主陈德贵是大稻埕的米商，目前大稻埕怡和泰商行的负责人陈明忠，伊讲家己自细汉伫咧大稻埕大汉，真介意日本时代建筑，为着要保留囡仔时代记忆，一定向所有权人说出10几档啊！这届怡和泰商行摕到文主身份，伊嘛感觉真欢喜。迄阵台湾无这种建材是拢进口的，所以会去市政府选到，这嘛算好啦。哎呀，无你若讲掉时就无当看到迄个历史啊。后壁都是土甲厝，头前是洋房。这栋怡和泰商行对1930年代日本时代到达，见证大稻埕的繁华甲历史。台北市文化局指出，目前大稻埕拢总有11个古迹、100个历史建筑，为着要让历史建物拢得到真好的照顾甲维护，文化局嘛鼓励民众来申请文资，有税务减免甲收获的补助。记者陈阿轩、曾俊佑台北报道。世界棒球12强，咱摕到世界冠军。台湾博物馆对今仔日开始有举办冠军之路的展览，昨昏开幕。除了教练甲选手有来参加，总统赖清德嘛有到位。而且总统已经宣布，后摆未来咱500块纸票顶头的图，会对少棒队改做12强的冠军队。甲金世纪的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奖杯为箱仔摕出来，放到展览台顶。11月台湾队伫世界12强棒球赛得到冠军，这是台湾让32年，搁再进入升棒世界级赛事。这个冠军也真受台湾的民间关注。棒球目前无后康会拢成做热门的讨论话题。这帮大联盟等等单位也把这摆得到冠军的过程，自元旦开始，要伫台湾博物馆用展览来呈现。是说，我觉得这个荣耀应该要分享给大家，这已经不是棒球圈的事情了，这是台湾共同的这个记忆、共同的荣耀。所以我认为应该，不应该只是在棒球迷当中来看待这个冠军奖杯。每位球迷他们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这样东西，而是每一位球员他们在场上所拼斗的精神，那每一个故事其实都非常有意义的。回顾2024年台湾运动圈有真侪大时代，亲像巴黎奥运，咱台湾代表队得到2金3铜的好成绩，帕运代表团也得到3块金牌、2块铜牌。到年底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蔡其昌讲，唔但是棒球，全台湾拢真有公应感。总统赖清德也承诺，会甲台湾队放起哩台湾的会费。很多球迷会说，希望把500块，国小棒球队、冠军棒球队长大了，变成我们12强的冠军棒球队，我会让这个事情付诸实现。总统赖清德承诺，未来唔但推出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纪念碑，另外也打算甲目前纸票的500块进行改版。另外，蔡其昌讲，未来安算伫台湾各地也找适合的场地点出冠军的奖杯，甲义务分享给民众。记者郭林卓凯台北报道。迎接2005年罗马的迪雷为喷水池，伫今仔日嘛重新对外开放。拍摄片对着喷泉甲动身啊，等入去池内面下湾。伫意大利首都罗马的特雷维喷泉，经过要甲3个月清洁甲维护，总算伫2024年结束进行完工重新开放，游客拢真欢喜。Çok mutlu ve heyecanlıyım. Tekrar buraya geldiğim için de ve buranın açılışına geldiğim için çok mutluyum. 为了要迎接2025年天主教每25年一遍的圣年，估计到时会有3200万的游客。罗马市政府特别自今年9月30开始特为的喷泉的整修清洁工程，将喷水池内边的垃圾、水线、后期新鲜的铁，还有花岗岩石雕像，规个做清理，总经费超过1100万台票。罗马市政府11个伫咧维护期间，还个特别设报道，让游客让对顶头看落去。Tutti la cortina laterizia, tutte le parti in elevato intorno alla fontana, abbiamo anche tolto le patine biologiche, cioè quindi tutto il verde che c'era e anche delle bordure nere di sporco da tutte le parti della fontana. Si nota il restauro effettuato e sinceramente pensavamo di trovare ancora quella passerella, quelle impalcature, invece i lavori penso siano stati molto veloci.
公司新闻金环庆编辑。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有2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是19度；南部的温度15度至22度；东部14度至21度。外岛10度至18度。感谢兄弟收看，咱再会。